大家好，文師傅啊，嚟到2026年丙午馬年啦，屬老虎嘅朋友咧如何咧？嗱，屬老虎舊年咧就叫做人自身三刑刑太歲啦，2025年哇好多拗撬爭端嘅出現，咁啊嚟到今年輕鬆咗嘅，但係始終我叫大病初愈啦。舊年嗰啲失實欺騙隱瞞出賣，過到嚟今年你話冇講你都唔信啦，所以今年咧你都係要低調防小人，贈你一個字動，一字記之就動，靜不得，冇乜必要咧，唔好留喺個公司嗰度啊，出去走動多啲啦。今年咧你都預咗咧，同上司仍然會多拗撬、多爭端嘅，同平輩啊、下屬啊、啲小朋友嗰啲咧，都會無厘啦間拗一餐嘅。所以咧，某程度上喐動多啲啦，我哋叫做咧，你喐周圍喐，咁咪少啲機會同佢哋接觸，咁啊變咗拗撬咪會少啲咯。今年咧，你都比較多嗰啲叫麻煩式啊，咩地煞啊、子輩、飛廉、大煞、天熊、白虎嗰啲，尤其女士屬老虎嘅朋友。嗱，今年咧婦科嗰邊爭少少喎，早啲去做多啲 check。嗱，我深信啦，你都年年驗身㗎啦。但係因為始終咧，今年有粒白虎嘅星咧喺你身上咧，唔好諱疾忌醫，去一睇醫生咧，對你一定有幫助嘅。咁另外啦，今年錢嗰度咧就要特別小心啦，容易無厘啦間唔見錢啊，或者投資失誤啦。適宜低調去守住啲財，有錢翻嘅時候咧就唔好周圍同人講。另外今年咧都多意外星啊，鼓勵屬老虎嘅朋友咧，得的話咧盡量去捐血化解，唔得的話咧就幫人捐血，即係鼓勵身邊人去捐血啦。咁總之告誡屬老虎朋友記得要喐動多啲，低調少少。今年全年咧都係防小人之年咯。不過放心，你今年始終咧都係合太歲嘅，合親太歲一定有啲好嘢介紹俾你嘅。咁變咗今年咧，你都會識咗好多有質素嘅人啦。咁可以睇下會唔會廣結善緣啦。咁啊，加上咧今年你都有啲我叫文昌星入命啦。咁變咗咧讀書成就咧，或者考取功名啊，或者一啲專業嘅牌照咧都 OK 嘅。你只要咧喺你嘅東北邊執乾淨企理去，另外咧就擺4支富貴竹啊，或者擺個文昌塔，甚至乎你工作嘅台面嘅左手邊咧，簡單到你執乾淨企理去，擺你張卡片喺你左手邊咧，就已經可以提升到你嗰個名氣運嘅啦。咁啊，高階屬老虎嘅人啦，你有陣時咧，我哋叫做咧抱打不平，拔刀相助。今年咧就低調少少啦，要忍讓多一啲，係啦。舊年大病，今年初愈，固本培元多一年，再之後就可以再